係啊，黃醫生，即係作為我一個過來人咧，咁雖然我係康復咗啦，咁好多係開始洗腎嘅人咧，係有咩嘢係洗腎前啊、洗腎後啊，需要即係注意啊？可唔可以俾啲生活感囊俾我而家開始洗緊腎嘅朋友咧？洗腎嘅患者咧喺洗血過程中咧，要更加關注我哋嘅血壓啦，仲有我哋嘅水分啦。咁血壓咧喺屋企，我建議咧就係一日要監測至少3次，早中晚。咁我哋要每日去記錄我哋嘅血壓嘅高低啦，可以反饋俾我哋嘅醫生。咁我哋醫生咧去根據你嘅血壓咧去調整你嘅治療方案啦，調整你啲藥物啦，仲有我哋嘅透析方案啦。咁飲食方面咧，我哋有2個要控制啦，一個係水分啦。咁我哋水分如果攝入太多嘅話咧，可能會出現一啲，比如心力衰竭啊、容量過度，會出現一啲心口悶啊或者喘氣啊呢種不適啦。咁對於水分嘅控制咧，建議每日嘅水咧漲幅嘅話喺1公斤以內啦。咁我哋洗血嘅過程中，我哋透水咧可能會控制喺我哋體重嘅5%，咁樣可以減少我哋透析當中可能會出現一啲低血壓、抽筋或者更嚴重嘅引起一啲心肌嘅缺血啊，或者冠心病、心梗嘅一啲發生嘅機率。咁對於洗腎患者嘅一個營養狀態啦，其實當然都好重要嘅。咁一啲營養不良嘅情況咧，可能會加重佢嘅炎症嘅發生嘅，即係抵抗力會比較低啦。咁我哋喺洗血過程中咧，要保證我哋嘅蛋白質嘅攝入啦。咁如果係做雙泵血 HDF 嘅，咁我哋更加要保證我哋有充足嘅蛋白質嘅攝入，咁樣可以避免一啲長期嘅併發症啦。對於飲食方面咧，高鉀同埋高磷嘅一啲飲食咧，我哋需要有戒口嘅。咁高鉀嘅食物咧，例如一啲水果啦，一啲黃皮嘅水果，例如香蕉、番茄或者檸檬之類嘅。高磷嘅食物咧，好多嘅堅果啦，包括我哋嗰啲花生啊、瓜子啊之類，呢啲食物咧都要注意戒口咯。因為高鉀咧，其實對於我哋心臟嘅影響咧係比較大嘅。如果係你1個禮拜洗2次，間歇嘅時間太長，飲食又唔注意嘅話，高鉀咧其實佢會影響我哋嘅心臟，可能會出現一啲心臟停頓嘅一種情況。所以我哋飲食係要好注意嘅。當然啦，如果你1個星期洗3次嘅話，咁可能飲食方面可能限制會少啲，咁高鉀發生嘅機率風險都會低少。咁如果我哋洗腎患者咧免疫力比較低咧，咁建議我哋喺公眾場合咧戴好口罩啦，保護好自己，避免一啲感染嘅風險。原來喺洗腎當中前後有咁多嘢要注意嘅，咁好多謝黃醫生你咁樣解釋俾我聽。多謝黃醫生啊！唔使客氣，我都希望能夠幫助更加多嘅香港洗腎患者。